各位台南的乡亲父老，大家安安，大家好，食饱无烦恼，大家拢食饱吼。有啊，我是主持人台南妹仔阿优。规个现场流咧起来啊！哇，水，安尼就对啊！来后壁的观众朋友看到头前酸甲遮欢喜吼，想要加入嘛对无？ 我伫边啊，嘛偷偷伫遐跳甲做欢喜的呢，大家有发现？哦，有，大家拢徛起来跳啊，对无？好厉害对无？哇，哦，非常的热情，非常的热情。台湾，听台湾，听台湾，听台湾。加读一寡衫啊吼，啊，迄个最后工商服务时间哦，若有想要学台语的朋友来看我 YouTube 频道，台南妹仔教你讲台语，安尼咱后摆再会咯，大家拜拜。